周氏气数不尽，看看那周天子唱得如此张口数，便知他们时日不多了。大秦事业犹如大王，似骄阳凌空。从来九鼎迁移，欲使王朝更替。今日寡人就要把这九鼎给搬个位置。敢问周天子，此物便是九鼎？正是。此九鼎本是夏禹收天下九州之金所铸而成，上刻本州山川人物、土地共福之说。九鼎列于朝，乃天子所掌九州之象征。你是何人？小人东周人士，苏代。依你们看，这鼎有多重？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？鼎乃天子之器，重达1000钧。自九鼎铸成以来，除奉天子之命合力抬举之外，凡人岂可轻易举起？哼，笑话！照你的说法，此鼎若非天子之命，别人还碰不得。不是碰不得，是碰了又能如何？寡人不信，有谁能举得起这鼎？好，那寡人就跟你打个赌如何？你说无人能举起此鼎，寡人却说有人能举起此鼎。若是寡人赢了，此鼎便是周天子输掉的赌注，由寡人带走，如何？天子不用怕，且看他们举试试。好，人比吴霍孟奔，在。你们上前，比试比试，看谁先能把大鼎举起。是。此王鼎负王气，系天命。想冒犯此鼎之人，先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命，小心遭了天谴。秦侯，依小的看，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强人所难的好。寡人养兵1000日，用兵1时，你们3人究竟谁人能举起此鼎？大王，人比不才，想先试试。好。大王，人比气力不济，有辱大王使命，该死！吴霍，你来。是。
一定能，我就说不行。老门，你是大王。大王，臣尽力了。无能。秦侯，你输了。看来秦国的确无人能有举鼎之力。天子，您错怪他们了。据臣所知，秦国的这几位壮士皆身具奇力，平日里举个千钧重物也非勉强。只不过这九鼎非凡人所能冒犯，他们就算有这个力气，也是无计可施了。要你们有何用？不如寡人亲自来举。大王不可啊！秦侯，不必勉强。天命在周，九鼎无人能动。您迁怒于他们，已属本末倒置，更不必自己与自己赌气啊！大王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大王身系天下，不可以身相视啊！大王身系天下，秦侯，天理人事不可违背，见可而行，知难而退，善也。敢下！寡人既然已经来到洛阳，就不能虎头蛇尾。人比他们并非不能举起此鼎，而是心中胆怯。寡人乃王者之身，自有天命。寡人就不信，天命在这个獐头鼠目的家伙身上，而不在寡人身上。大王，人之义已决，不必再言。大王不可啊！大王的消息。大王从洛阳回来了。大王怎么了？大王在洛阳举鼎，身受重伤。大王没了。
后。大王已被定下谥号。什么谥号？大王一生好武，所以美视为武王。武王薨了，会后切勿伤心过度，坏了身体。大秦还需要会后整操国事。我怎能不伤心？我儿风华正茂，却在洛阳举鼎身亡，这都是人比、孟本、乌霍这些乌合之众蛊惑怂恿的结果。武王过于崇好力士，罗织宠用，才使得这些人无法无天。先王去世，把我儿交于你们辅佐。王叔若能时时指点提醒，也不至于有今日之日。会后，乌霍等人确实罪不可赦，如今已经被关入大牢，只待朝廷依法定罪。还等什么？传旨下去，车裂乌霍，腰斩人比，狐朋孟本，3人歼灭9族。是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当儿之死，怪不得你们。但只有处置了乌霍等人，才能让秦国免于天下耻笑。眼下重中之重是大秦的王位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会后说得对，武王无后，生前又从未提及储位之事。武王有兄弟10几人，大都各有封地兵马，这让朝中重臣难免担忧。国家大事，非我一深宫妇人可妄言。但王叔不知，武王在世时，确与我提及过储位之事。丹阳郡公子壮是已故魏长史之子，多年来一直由我派人悉心照料教导，人品贵重，历练有成，在他的封地丹阳也搞得风生水起。当儿一直看重这个兄弟，曾与我说，若有一日他弃世时无子息，可将王位传于公子壮。公子壮，公子壮性情木讷懦弱，先王在世时，那公子壮就总是人云亦云，亦步亦趋，从不得先王所喜。这骤然提议立他为国君，恐怕难服众人。我只是据实相告而已，具体取舍，当然还得与你们商量。虽说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但此事重大，不急在一时，还是慎重为好。老臣在前朝还有政务打理，就先告退了。甘相是否也要慎重考虑啊？既然武王生前有话，微臣不敢置喙，只是尽力照会后的意思去办便是。那就拜托甘相了。是。出
楚离子，武王后，魏夫人，王叔留步，魏仪有一事请教。夫君薨了，这国事都有劳王叔主持，可这王位空置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不知这新王继位一事何时会有着落？武王后尽可宽心，秦国国君受之天命，都会按照祖宗的规制去办。什么规制？国君薨了，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；若无后嗣，则……这就对了。都说王叔耿直忠厚，定会秉公办事，果然不错。魏夫人此言何意？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。武王有后啊，望王叔明示朝堂上下，免得一个个为了争王位争得跟乌眼鸡似的。武王有后？哎呀，王叔竟然不知啊！姨儿她有喜了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也就是说武王他有了后人。那你说这继位之事，这是何时的事情？昨日太医刚刚诊出胎脉，说已经快3个月了。虽不知是男女，但能为夫君留下血脉，自然是欣慰之事。楚离子，那这秦国的国君，既然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继位之事，自当慎重而为。有劳楚离子。老臣告退了。魏仪有了身孕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立新君一事不得不缓上一缓了。为何要缓？这有了后嗣，按照规制，该相糊涂。后嗣指的是男儿，就算武后有孕，男女未知。再说妇人产子，九死一生，其中变数极大。但王位空置，引得众公子垂涎觊觎，随时可能因互相争执而引发战乱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微臣才劝会后要三思而行。诸公子得知武王猝死，个个拥兵自重，蠢蠢而动。其中实力最强者为公子华所部，还有几位公子和他结成死党，而武王后和魏夫人背靠公子华的实力，借助腹中胎儿指令天下，轻而易举便可与会后抗衡。既然公子华是根扎手的刺，为何我们不想法子拔掉它？难啊！公子华身为长子，又有军功在身，就算有的公子们心里不服，当面也要忍气吞声。哼，制服这种人，得用巧力。我听说当年齐景公手下有3壮士，力大无比，难以辖制。齐景公将2个桃子赐给3壮士，3壮士因相争而……会后堪称足智多谋。除此之外，既然眼下王位之事是重中之重，干相就不担忧宫外面的那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干相不会不知道先王去世之后宫中的谣言吧？会后说的是先王遗诏。微臣当时也有些顾忌，不过追查了那么久，没有任何眉目，或许就是个谣言吧。可我越来越相信，那东西真的存在，还没出来，只因时机未到。会后断了嬴夫人的年俸，他竟然宁可自己开荒种菜种粮，也不肯离开北郊行宫。他死守在那里，难道就是为了守一个承诺？
他是在等成诏的人出现，那诏书才有用。这么说，要看紧尹夫人才是。老臣立刻派禁军将北郊行宫围起来，看那尹夫人还有什么手段可耍。右大人，快请。来了，夫人，宫外都被封锁起来了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那会后也不可能一手遮天，禁军中好歹有几个是我自己的人。你快坐下吧。你要是再不来，我真的要急死了。我在外面也替夫人着急，看着粗衣立食的，怕你整不成这等模样。秘书企图破我就范，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称心如意。你贵为大清公主，却受如此百般折磨，如今连走路都不灵便了。病痛只是小事，眼下大清危如累卵，险象环生，是你我该把芈月和公子季请回来的时候了。但此事干系重大，需极为谨慎。若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夫人性命堪忧啊！我活到今日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你赶快回去准备马匹行装，日服夜行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盯上你啊！快走吧。夫人，走吧，快走吧。夫人保重。还要绑这么个累赘，烦死人了！你就忍一忍吧，万一来了人看见了，我们这番筹谋不是白费了吗？忍？我怎么忍啊？这才4个月，还有半年呢。想到我就不堪重负。不堪重负的10个月，却换来终身的荣华富贵，值得。姑母，我人前还要装神弄鬼，然后你就让我松快松快吧。你这丫头这么任性，非要误了大事不可。夫人，公子来了。母亲，华儿，你还真回来了。会后召集诸公子，明日在宣誓殿上商讨新君继位之事，我岂能不来？华哥哥，听说妹妹有了身孕。身孕？喏。妹妹，你疯了！这可是欺君罔上的大罪。君在哪里？君已经死了。你就别怪他了，我们也是走投无路，才出此下策的。武王猝死，芈姝对仪儿和我马上就变了脸色。为了独揽大权，他时时都可能对我们下手。仪儿那肚子也是我们唯一的护身符。可你们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啊！等到了10个月，我们想办法从宫外抱个男婴回来，一切就可以尘埃落定了。你们打算用它来争储位？我们要用它替你换来社稷天下。华哥哥，这男婴只是一个傀儡，但他能帮我们名正言顺地得到王位。等过些时日，我们就想办法让这个孩子消失。仪儿会过继你的孩儿为4君。芈姝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是自然。听说他想把公子壮那个部中用的东西扶上王位。哼，说来也奇怪，这公子壮是魏长史的独子，而魏长史是姑母的妹妹。按理说，他应该跟我们魏家一条心呢。唉，公子壮自小被惠后抚养，已经被调教的只会看惠后的眼色行事了。
可我听说，会后这几日跟公子辉走得很近。真有此事？公子辉自被封为蜀侯后，一心做大，野心勃勃，连我都不放在眼里。这公子辉性情狷狂，目空一切，他也能听会后的摆布。是啊，就算会后跟他有交易，立他为国君，结果最后落得两手空空，图的是什么呀？想也没有用。明日宣誓殿上，什么都清楚了。请公子谢剑。本公子只有在面见君王时才谢剑，眼下君王何在？滚开！武王英年早逝，壮志未酬，我痛心疾首。武王刚强直理，志在开疆拓土，肆夷兵符，攻夷圣武。若不是武王刚愎自用，不肯纳谏，何来今日英年早逝？诸国都已在暗自窃喜，肆夷宾服、攻夷圣武等美事之词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公子华，武王尸骨未寒，你为人臣子，应遵本分。身为武王兄长，你可知隐君之过，不可非君之道理。行出于己，名生于人。以大行受大名，细行受细名。光武王一个武字，便知他生前是如何行事了。我只不过是在提醒诸位，该彰善淡恶，为后世戒。这大殿上坐着的公子，都是先王的骨血。难道只有公子华能说会道？别的公子就无话可说了吗？华哥哥，我说两句。华哥哥的见识未免偏颇了。那武字也有危强敌得、克定祸乱之意，明明是夸智多穷之物。创帝，不用遮遮掩掩。公子华，你太过分了。就算武王有所不是，但他仍是你的兄弟，是我大秦的先王。更何况这朝堂之上，皆是我秦国重臣。有你这样说话的吗？你是何人啊？哦，原来是小小蜀侯，一无公标青史，二无积德累善，你算老几啊？你再说一遍！再说一遍又如何？哎，今日请诸位公子在朝堂议事，是为了社稷国本，不可意气用事，因小失大。好了，你们都是兄弟，不要为了小事伤了骨肉情感。这几日暑气重，我亲自酿了一些蜂蜜酒，用冰镇好了，放在大家眼前，来，都尝尝吧。这酒味道如何？会后亲自操劳，自然是好酒。酒不错，就是过于甜腻了些。武王亡故，宗庙不宁，各国都在派兵遣将，对我大秦虎视眈眈。这储位之事是当前大事，各公子都有何高见？这些年一直是由会后协理武王掌管朝政，储位之事，自然还是会后说了算吧。
武王后已有身孕，按规制，王位应传于武王后嗣。难道此事也有异议？武王后有孕，自然是喜从天降。先且不说生男生女，这武王后临产还有大半年的光阴，王位不可空缺。我看不如先将王位定下来，待武王后产下王儿，再将王位传给武王后嗣。此事还有重评起见。此事还需慢慢商议，不急在一时。来来来，去火气。你不提我还忘了，佳酿还需鲜果陪衬。我听说宫中果园里桃子都熟了，令人采摘了一些，怎么还不送来？怎么回事？难道桃子没有了？禀会后，桃子有是有，只是今年逢小年，园子里的桃子结得稀疏细小，端上来，只怕会败了众人的兴。世间万物皆由天赐，应当常存感恩之心，哪有那么挑剔？都端上来吧。是。上桃。太小了。这果子看着是小了一些。这么大，好大的桃子呀！这真是桃中之王啊！这莫非是仙桃吧？快端上来给我瞧瞧。是。这桃子怎会如此不同？禀会后，这3只桃子在果园里的确生得古怪，就是遇上丰年，也难得见如此奇异的果实啊！天意，真是天意。天有异象，必是吉兆啊！楚离子，你说呢？这老夫一生见多识广，像这样出色的桃子，还是头一次见到。这既是吉兆，我就先尝一口。但愿它能够为我大秦带来些好彩头。果然是仙桃，芳香四溢，甘甜可口。我这新酿的蜂蜜酒与之比起来，简直寡淡无味。我这儿还有2个仙桃，可不能一人独享。这第2个桃，应该给这大殿中有功之臣。你们看，会后说的是啊，应该赏给有功之臣。是啊，依你看，应该赏给谁？此人无可争议啊，自然是处离子了。身为王叔，辅佐2代君王，功高盖世啊。甘相谬赞，微臣不敢当。王叔实至名归。谢会后。国有国运，照理说这第3个桃应该留给秦国的新国君。只是眼下王位未定，我也不知道这桃应该赐给何人。既然只有1个桃子，那不妨大家论功行赏，
华哥哥说的有道理，可这大殿里的人谁也没有功劳啊。只论功劳，不论德行，这有违君子贤臣之道啊！在下蜀侯嬴辉，早年曾随武王和干相安邦定国，汗马功劳。封侯后悉心管理巴蜀，保境安民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巴蜀兴，秦国兴，这个头自然应该是归我。公子辉当众招得表功，可惜功劳却寥寥无几。征讨魏国，谁是监军啊？函谷关大战，你又在哪里？北扫一衢，西平巴蜀，东出函谷，南下商於，战战都有我嬴华的心血。这大殿上的诸位公子，哪一个敢说他在大秦的功勋册上能与我平起平坐？没错，大哥身为长子，战功赫赫。对，大哥为人公正，有勇有谋，我等愿为大哥马首是瞻。哎呀，你们知道个屁！当年父王为什么没有立嬴华为嗣？啊？就是因为他不遵秦法，在封地与旧族勾勾搭搭。嬴华他有功，哼，无德。你算有德？你在巴蜀横征暴敛，巧取豪夺，肆意搜刮民脂民膏，信口雌黄！你区一个横门军，敢在这里狂选废日！哎，二位公子的话也都各有道理，二位公子都是功勋卓著，在老夫看来，这个桃子还是二位公子分食了的好。干相，这桃子可以分食，王位不可以分呐！你这哪是在劝和呀？这个桃子我吃定了！休想！朝堂之上，岂能如此荒唐？你们都住手！朝堂之上，刀不见，成何体统？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拿下！快走！快叫咱们的人上来！怎么进来的？
大秦这就算完了，完了！大秦这就算完了。母后，怎么样？见到魏国使臣了吗？魏国使臣说，只要秦国答应将上郡15县还给魏国，魏王就可以放弃对王后和公子华的辅助。上郡15县，太过分了！不行，他们这是落井下石，乘人之危。不过，若是魏国真能倒向我们这边，倒也可作为暂且之计。那使臣说了，魏王就算放弃王后和公子华，也不会站出来推举我为秦王。他要扶植在大梁做人质的公子瑶。魏王为何选中公子瑶？他生母低微，本人也不甚出色，才被先王送去做人质。说不通，根本就说不通。那使臣说，魏王要的就是这样的秦王，不甚出色，却很听话。那公子瑶在魏国多年，对魏王言听计从。魏王叫他去东，他绝不会去西。就什么？就跟我一样。你简直就是个废物！滚！母后，还不快滚！给我滚下去！母后，公子还不快快退下，再气着会后。哦，干相，公子庄。会后。干相免礼。怎么样？找到处理子了吗？他不在府上，据说出城去了。哼，这些日子每让他进宫，他就称病，已经许久不出门了，怎么突然病又好了？据微臣所知，王叔养病并未闭门谢客，他府上各路朝臣人来人往，热闹得很。前些日子还亲自送雍瑞出城，前往燕国。他们这是想干什么？微臣猜测，他们是想把芈月母子接回秦国。大胆！质子无照回母国是大罪。会后，武王已没，此刻秦国已无王无君啊！想想雍瑞与嬴夫人的关系，他亲自出马，必定和那遗诏之事有关。都到哪里去了？眼下会后秘书占着咸阳城的王宫，魏仪和魏夫人带着一批公子华的人马，占了咸阳城外的富阳宫。各路兵马日日杀进杀出，如今城中的住户都逃到城外去了。我这一路走来，各郡县封地都在各自为政，封路割据。村村镇镇人心惶惶，田地荒芜，集市凋敝，满目疮痍，心痛啊！这一切都是老夫的罪过。楚离子能幡然悔悟，总算不晚呐。雍瑞和芈夫人已经离开燕国多日，如今到哪儿了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赵国和燕国原先答应好护送芈夫人他们入函谷关的，但是芈夫人知道没有白得的好处啊，所以婉言谢绝了。这太危险了！
听说会后已经派出多路王军，在通往咸阳的各条路上严加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。蜜月母子要回来的消息，大概让他们也知道了，所以我也让魏冉将军带人前去迎候。眼下大秦的确也只能指望他们母子了。唉。姑母，华哥哥来信了，说是这2日情形不大对头，朝廷派了不少王军在各条道路口设了关卡，好像在抓捕什么人。不是针对我华儿或其他公子的吗？不像是。那是在抓谁呀？听说芈月带着公子季回来了。芈月回来了？据说是朝廷的一些老臣派人把他迎请回来的。这个时候迎请他回来，那一定与那道遗诏有关。姑母说的是，自先惠文王去世之后，宫里出现了不少古怪事情。先是穆坚莫名其妙的死了，后是那会后又派人将成明殿掘地3尺。据当事人说，起因都是那道遗诏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应该让那当事人这些日子把眼睛瞪大些。说起那当事人，姑母在他身上花费了不少，他靠得住吗？出卖主子的奴才全都靠不住。我们要的是他做我们的耳目，而不是他的忠心。姑母在想，芈月回来了，没准儿他能给咱们帮上大忙。当年芈月对我华儿颇有好感，还在大王那儿力荐华儿为太子。眼下我们与交房殿之间的实力在伯仲之间，既然这芈月和芈姝已成为死敌，若能与咱们联手，胜算岂不大了许多？军爷，这都是一些粮食。哎呦，军爷！哎，别！走吧。
清理了。是。哥，雍大人，我姐姐呢？在马车上。小冉，姐姐，继儿，舅舅，舅舅，这一路我的心一直悬着，见到了你，这心才落了地。听说姐姐和继儿一直遭到米数人马的追杀，你们能安然无恙，总算是大幸。幸亏雍大人一路照应，他已经受伤，能护送我们到这儿，实属不易。多谢雍大人，此地不宜久留。照约定，我自和陪米夫人去北郊行宫，你我分头行事。雍大人放心，司马将军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继儿跟着我走，姐姐就拜托雍大人了。就此别过。继儿，走。会后，会后。怎么样？没抓住。你的人都是废物，就那么几个人也抓不住，跑哪去了？芈月和雍瑞的人马没进咸阳城，他们冲北郊行宫的方向去了。行宫不是有王军把守吗？会后，雍瑞是朝中老臣，王军里一定有他的人。都监，冯甲，即刻带人跟我去北郊行宫。是。夫人，英夫人，芈夫人，雍大人，恕我腰疾未愈，不能起身相迎。夫人无需多礼。夫人，你受伤了？啊，一点剑伤，不碍事。夫人脸色很不好看。大人走后，夫人担心大人和米八子的安危，日夜难眠，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夜。王军包围了行宫，会后3天2头派人前来搜宫。太医院忌讳会后，不敢派人来诊治。夫人的腰疾一日比一日更重，如今连走路都困难。行了，你别啰嗦了，快拿金枪药给大人疗伤。是，不碍事的。大人请随我来。去吧，一时3刻，我闭不了眼的。快去吧，啊！那我先去了。芈夫人，来，过来。时光荏苒，我们又相见了。夫人吃苦了。别这么说，我这条命能撑着挨到今日，就是为了你。不用问，我也知道，你这1年来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的煎熬。换做别人，早就心灰意冷。你肯来，有胆量来，这说明先王总算是没有看错人呐。迎夫人谬赞，芈月不知是否担得起这份责任。先王留下了遗诏，传位于公子季。当日只是以备不时之需，若不是因为淫荡愚蠢自毙，秘书勾结权臣，弄权误国，害得大秦4分5裂，这道遗诏恐怕永远都不会面世。我说到这些，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委屈呀？天命不可违，芈月无怨言，只是要将秦国社稷江山担在肩上，芈月战战兢兢，无比惶恐。无论什么样的周折，该是天意。会后绞尽脑汁猜测，那先王的遗诏会藏在哪里？其实啊，这先王的遗诏就藏在我的身上，他可比性命都要宝贵。你要保护好他。芈月明白。撤！将军，
再砸宫门了。夫人，我们赶紧走，我们快走。不，我不走，你快带芈月走。殷夫人，我已经完成了先王的嘱托，而你却任重道远。别让我这老夫给你们半手半脚的。殷夫人何出此言？我能活到今日是命数。在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，除了初离子这个幼弟，全部先我而去。有他们在那边，即便是今日就走了，我也不会觉得孤寂。我虽为女子，为了秦国的江山社稷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无愧于列祖列宗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你们护送芈夫人、雍大人即刻出宫，不得耽搁。是，我留在这里，多少能够拖住他们一阵。殷夫人，记住，公子姬登基之日，别忘了给我焚炉香，报个信啊！你我就此别过。有一日到了那边，再笑谈长夜。此时秦国危在旦夕，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。芈夫人，快走吧，快点，带他们2个人走，快走！芈夫人，我们走吧。殷夫人，快走！夫人，快走啊！夫人，夫人，走吧，走吧。殷夫人，芈夫人，快这边走，快走！芈夫人，这边请，这边是楼向郊外。嬴夫人，芈叔，1年未见，你令人刮目相看。我一直不愿相信，一个荒郊行宫的弃妇，会隐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。没想到，事与愿违。我与先王乃是亲姐弟，我知道先王一生中的全部秘密。你所说的秘密，只不过是我与他之间的又一个默契而已。先王临终之前交代我一些事情，如今我已经把他办妥，可以随他而去了。你这是谋反叛逆！谁在叛逆？谁在谋反？你该最清楚。我是惠后，你应当臣服于我。哼！你笑话，大胆！惠后息怒，眼下还是追查芈月的下落更为重要。我问你，芈月在哪儿？先王的遗诏在哪儿？你要先王的遗诏做什么？我是先王的遗孀，先王的遗诏自然应当交于我。真是好笑！我若即刻拿出这道遗诏，你真的准备奉诏吗？